现代台语版圣经路加福音第9章，耶稣召集12使徒，互因有能力甲权柄，通制压拢总的鬼，佮医好真侪病症。然后伊找因出去宣讲上帝国的福音，佮医治病人。伊交代因讲，出门的时，啥物拢毋通带。毋通带拐仔，毋通带旅行地，毋通带食物，毋通带钱，嘛毋通有2领内衫。恁无论入去倒一间厝，就住伫遐，也对遐离开。因若毋接纳恁离开迄个城的时，就将骹нед的土粉搬掉，表示对因警告。因出去一庄过一庄传福音，搁伫逐所在医好病人。加利利分封的王希律听到所发生一切的代志，心内非常不安，因为有人讲施洗者约翰已经对死人中搁活，嘛有人讲以利亚有出现，搁有人讲古早的一个先知有搁活。希律讲：约翰，我已经甲伊斩头啦。安尼我听恁伫讲即个到底是甚物人？伊就爱要见耶稣。使徒转来耶稣遐，将因所做的代志拢甲伊报告。耶稣就简单带因退去一个叫做比赛大的城。群众一个知就缀伊去。耶稣欢迎因，讲上帝国的事互因听，佮医好遐个需要医治的人。日要暗的时，12使徒来甲耶稣讲，请甲群众解散，通互因去附近的庄舍找食物较大的所在，因为咱伫遮偏僻，无人带。耶稣甲因讲，恁互因食。因讲，咱只有5个饼、2尾鱼，若无去买，哪有够通互遮侪人食？伫遐差不多有5000个查甫人，耶稣就对门徒讲，叫因分组坐落去，逐组差不多50个人。因照安尼做，叫众人拢坐落去。耶稣摕迄5个饼甲2尾鱼，向天感谢，擘开，摕互门徒去分互群众。大家拢食到饱。门徒将所剩的碎屑拢捡起来，拢装满12篮。有一遍，耶稣家己一个伫祈祷的时，门徒来找伊，伊问因讲：众人讲我是甚物人？因应讲：有人讲你是施洗者约翰，毋过有人讲是以利亚，嘛有人讲是古早的一个先知搁活。耶稣搁问因讲：恁讲我是甚物人？彼得应讲：你是上帝设立的基督。耶稣命令因毋通对人讲起即个代志。伊讲：人子一定着受真侪苦难，互长老、做市长甲经学教师拒绝，搁互人害死。第3日，上帝会互伊搁活。耶稣搁对众人讲：要缀我的人，着否定家己，逐日举家己的十字架来缀我。因为要救家己的性命的，会丧失性命；为着我的缘故，丧失家己的性命的，伊会救着性命。人得到全世界，却丧失家己，也是毁灭家己，有甚物利益？对我甲我的话感觉见笑的人，人子伫伊家己甲爸以及圣天使的荣光中来临的时，嘛会因为这个人感觉见笑。我实在甲恁讲，徛伫遮的人，有的还未死以前，会看见上帝国。这话讲了，
差不多8日后，耶稣带彼得、约翰、甲雅各上山去祈祷。伊伫祈祷诶时，面貌改变，伊诶衫变甲白色色。忽然间，有2个人，就是摩西甲以利亚来甲耶稣讲话。因伫阳光中出现，谈论耶稣得要伫耶路撒冷死，来完成使命诶事。彼得甲伊诶同伴忝甲困去，因一个醒，看见耶稣诶阳光以及甲伊徛做伙迄2个人。因得要离开耶稣诶时，彼得甲耶稣讲：“老师，咱伫遮真好，我来搭3间寮仔，一间互你，一间互摩西，一间互以利亚。”伊毋知家己伫讲甚物。伊伫讲遮个话诶时，有一片云来，甲因踏地。因互云包围诶时，去惊吓。有声对云出来讲：“这个是我诶囝，我所拣选诶，恁着听叹伊。”迄个声讲了，敢若剩耶稣一个伫遐。有一段时间，门徒拢恬恬，无甲人讲起因所看见诶代志。隔日，因对山顶落来诶时，有规大阵人来迎接耶稣。迄时，群众诶中间有一个人话讲：“先生，我即个后生求你甲伊看一下，伊是我诶孤囝。”鬼一个附身，伊随时乱发，鬼互伊抽出，不被破烂，搁甲伊伤害，拢毋放伊煞。我有请你诶门徒甲鬼赶出去，因拢无法度。耶稣应讲：“哎呀，毋信搁腐败诶世代，我着甲恁待偌久？我着忍耐恁偌久？甲你诶后生带来遮。”伊互人带来诶时，鬼甲伊摔倒，互伊抽出。耶稣就责备邪神，医好迄个囡仔，将伊交互老爸。众人对上帝伟大诶权能感觉真着惊。这个话恁着注意听，人子得要互人出卖交伫人诶手头。不过门徒无明白即句话，因为意思有对因牵起来，互因袂了解。因嘛毋敢问耶稣即句话诶意思。门徒互相争论，什么人上大？耶稣知因心内底争论什么，就牵一个囡仔来徛伫伊身边，然后甲因讲：“无论什么人为着我诶名接纳即个囡仔，就是接纳我；接纳我诶，就是接纳找我来迄位。恁众人中间上细诶，就是上大。”约翰讲：“老师，阮有看到一个人奉你诶名赶鬼，阮甲伊阻挡，因为伊无甲阮缀你。”耶稣甲伊讲：“毋通甲伊阻挡，因为无反对恁诶，就是为恁。”耶稣受接上天诶日子得要到，就决意要去耶路撒冷。伊差派使者大声去，因入去撒玛利亚人诶庄头，为着耶稣准备。迄所在诶人无欢迎耶稣，因为伊要去耶路撒冷。伊诶门徒雅各甲约翰看到，就讲：“主啊，阮对天顶叫火落来，甲因毁灭好无？”耶稣活过来，甲因责备，因就去别个庄头。因伫路中诶时，有一个人对耶稣讲：“你无论去倒位，我拢要缀你。”耶稣甲伊讲：“狐狸有空，空中诶鸟有收，不过人子连看头壳诶所在都无。
耶稣阁对另外一个人讲：来缀我。迄个人应讲：主啊，听候阮是大人，8岁年老，我就来缀你。耶稣应讲：互死人去埋葬因家己的死人，不过你着去宣讲上帝国的福音。阁有一个人讲：主啊，我要缀你，不过互我大声转去厝里，甲家内的人相时。耶稣对伊讲：手放伫犁尾，还直直回头看后面的人，无适合上帝国。